国际上要紧来看，香港政府宣布要重新启动《基本法》第23条的立法公众咨询，其中紧急要加入叛乱罪等等危害国安的罪行，嘛增加境外干预罪，禁止香港人甲外国也是台湾的政治组织来联络等等。也是，若是犯着第23条案件，审讯的这个地点会伫咧香港，袂送去中国。 香港政府国要启动23条立法，自即麦开始做1个月公众咨询，一直到2月28结束。运作的时间包括旧历过年期间。I have no objection because it's fully beneficial to our society. 因為屋企個電視都已經擺咗幾年都冇開過啦。特首李家超講，希望趕緊完成這個困擾香港已經26冬的問題。雖然規個社會即麥看起來是平靜安全，而且提防潛在破壞加上要製造麻煩的力量。Bad mouthing, political attacks will continue. That is exactly why I want the government to be up and in full gear to explain what we are doing here. 當局公布諮詢文件總共有9種，包括5大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行動，包括修改現行法律，將部分的普通法罪行轉做成文法，一個全新的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。Treason, state secrets. Hopefully there'll be an update of sedition. They'll probably adopt the broad definition of what a foreign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s or what a foreign agent is. It may well be that businesses or groups that have some connection with foreign governments might be captured. 根據1997年的香港基本法23條是國安相關條例，特區政府應該自行立法，禁止7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。2003年剛好不想要推動立法，因過引起大規模的示威了撤回，了就攏無立法。 2019年，香港爆發更加大規模的反修例示威。2020年，中國全國人大頒布實施港版國安法，其中有部分加23條相他，也就是分裂國家罪加顛覆國家政權罪，實施3年外結案超過100件，定罪率100%。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。